后来为这个中国武汉登来台湾的第一班的班机，这个包机拢已经来解除着隔离了，但是第二班的包机一直无动静，还佫调离乌北的台湾人1000多人，拍算要跨海来告蔡政府违反宪法、限制人身的自由。内政部长徐国勇搬出着宪法第23条，讲因若要告袂赢。徐国勇讲，即摆是卡伫中国，毋是政府的问题。相片内面，这对林长翁某今年1月底登去中国太太乌北的后头厝奔丧，想要到拄着武汉封城，即摆还佫无法度回国。台湾厝内3个囡仔拢外口84岁老母伫照顾。你通帮忙伊安尼，互伊今日转来台湾，通照顾一个家庭安尼啦。林长老母抱这个大一个查某孙仔忍不住流目屎，头一批武汉包机转来台湾了后，就一直无第二批啊。即摆听讲，伫乌北1000多个台湾人拍算要告蔡政府违宪，限制人身自由。他们忽略了宪法第23条。宪法23条4个要件，如果我们详细的去分析的话，也通通合乎。当然是可以限制。站在长期从事法律工作来讲的话，我认为他们不会赢。徐国勇建议讲，这台湾人应该支持政府要求中国配合宣传公主号包机登来台湾的行兵模式。如果用横滨模式没有问题啊，我们都准备好了。所以现在卡关是卡在中国那边嘛，不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的台商，我们自己的同胞应该要了解，政府爱护他们的立场跟希望把他们接回来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徐国勇强调讲，第二批武汉包机无法度登来台湾是中国方面卡条的，嘛希望讲要告政府的人爱了解因果关系。